来看高雄图书馆哦，今年的热闹举办囡仔册，大家讲要来培训制作台语节目的人才。落尾是有4组的大学生团队入选哦，学生囡仔家己写剧本，家己去影片，那么做伙来看卖。这个学生伫这栋已经有一架做历史的冲落大戏院头前来拍片，唔拿演员对卡本去画到戏影片，全部拢是学生家己写、家己制作。 来完成一支台语的电影片，因为因是参加高雄市立图书馆举办囡仔册大家讲活动，利用一本囡仔册为主题来制作影片。我是自细汉甲阿妈讲台语的人，所以这是生活的母语，但毋是敢若台语尔，迄客家话嘛是嘛，啊原住民话嘛是嘛，啊这是咱家己的语言，咱应该爱家己去。 传落去，然后袂使互伊断掉。这摆活动嘛安排3天的课程，包括节目制作、主持、甲囡仔册朗读等等，互学生练习讲台语，而且嘛有台语老师来指导因发音。连续课程内容，互因会当顺利翕一支完整的台语影片。上课的老师因有甲阮传互阮迄落改版的，然后阮拢有看到。 迄落老师也有甲阮很细心的甲阮标记，啊，我拢有看到，然后我拢会逐工念安尼。伫选的4组大学生团队，以台语囡仔册也是高雄主题，来制作5分钟的台语影片。学生嘛了解到，原来台语嘛会当遮尔趣味。这摆影片成果会伫10月底来公开。记者钟依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